起大落，我的小花小果，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这些都是从等一个人拿过来的，都是你最爱吃的，啊！我说你就吃点吧，你不吃你会虚脱的，或者你就大哭，大哭呢，你爸就会心疼你的。给我认真点！老大，他知道错了知道错了啊！我怎么没有听到某人说道歉呢？是，把你和妖女关在一起是我的错，我会道歉，也会向妖女道歉。妖女？你是个没教养的孩子吗？人家峰峰平时对你那么好，你叫人家妖女？老大，小孩儿觉得好玩，这不是一直都这么叫？行了，别说了，平时都是你们惯的，要不然也不可能这么横。你个昏君，大将军是坏人，害人不浅，还害我母后，亏你还帮着他。你自己混了时日就算了，可不许你拦着我去报仇。又开始胡言乱语的说疯话了，年纪轻轻报什么仇啊？站着！他妈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怎么把孩子教成这样？还有那个柳儿他们，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查清楚了吗？就是冯峰的亲戚，好像的确是来自很古老的地方，见什么人都要行大礼、跪拜什么的。哼，还真的是穿越来的？没这么玄乎吧？你再去帮我查查谁是大将军，还有妙芝、妙莲到底是谁？我去问问。哎，等等，你顺便去冯峰的店里边看一下，冯峰他在干嘛？不像他的风格，这么淡定。按照平时的话，早就风言风语骂我一顿了。哎，还有静静呢？静静哪儿去了？怎么最近这么多的怪人呢？老大，我问完告诉你啊，我先进去了。这孩子的性格还真是和我一样倔。小姐，拜拜。救命啊！同学们，快来救救我！我不认识他了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救命！
皇上太可怜了，皇上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惩罚，他可是太上皇和太后的心头肉啊！别，皇上他会没事的，没事儿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他来了，他要整死皇上。是拓跋将军回来了，拓跋将军。谁呀？谁是拓跋将军？你说什么？拓跋将军？皇上太有义气了，为了报仇，居然愿意接受这样的惩罚。你先别说这个，听说你见到了拓跋将军？你们都认识拓跋将军？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啊？你的眼中还有一丝丝的兴奋。你不会是跟拓跋将军串通好的吧？你是错误，是卧底！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最好不是，要不然我就去告诉警察叔叔。不是，怎么回事啊？谁是拓跋将军？拓跋将军就是皇上不共戴天的仇人，也是他的主人。拓跋将军是有苦衷的，不是你这种等闲之辈能了解的。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？谁是拓跋将军？谁能告诉我？就是特务！他怎么成特务了呢？吵什么吵啊？哭哭啼啼的成什么样子？做不做生意了？好了，嫂子，不是那个姐，那个去看看元宵吧，孩子一个人怪可怜的。啊，姐姐，求求你了，你去看看皇上吧。我就搞不懂了，为什么每次都让我来给他们擦屁股？我才是受害人，你们问过我吗？不管，不管，我就不管。小祖宗啊，你看啊，这款是138的，这款呢是168的。哎呦，我说小祖宗啊，你就赶紧吃2口吧，好不好？你要饿瘦了，我怎么向他们交代啊？我不吃。好，不吃，最好别吃。道德败坏的小朋友根本不配吃东西，这和我一。你饿死了我也不管。李博，你也别管了。大哥，不吃就不吃，我早就看出来你的计较法了。我又不是3岁小孩，不会被你哄倒的，就好放1万个心。你走开。有些人想太多了，你吃不吃的跟我没有关系，关键是我有的吃啊。野博啊，听说我们附近开了一家5星级的饭店，那我们今天就去大吃一顿，好好的庆祝一下。走。哎，我是看出来了，你们爷儿俩这是合起伙来欺负我呢。哎呀，我这牛脾气啊！牛宝宝，我不管了，我。这小子完完全全是我的种，跟我一样硬骨头，真不知道该开心呢，还是该怎么好了。什么玩意儿？谁的品味这么差？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让开，让开一点！这老变态！你这老变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
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！你这没脑子的家伙呀！你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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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静静，你终于出现了。你之前去哪儿了？啊，别提了。啊。所以你上次真的误会我老板了，都是我那个土豆老爸搞错了对象，把黄辉当成了李欢。啊，你们俩就别再吵架了，你们一吵架，我以后都不知道站在谁那边。就算那件事情是我错怪他了，那昨天的事情，我也不会轻易原谅他。我老大那是醉话，这不能信也不可信。我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就跟他平时骂冯峰一样，怎么会是醉话呢？就算是，也是酒后吐真言。切，好了，我都知道了，那是元宵调皮，他都受罚了。怎么，你真的不去看看他，不担心他？算了吧，反正我也没怎么样，我还揍了你爸一拳呢。耶！哎，我听鳄鱼说，你见到拓跋将军了，还跟他打了一架。对，那个拓跋亮，就算他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，只可惜父皇他全忘了，而且他还不相信我。我相信。嗯。不过有的时候，某些现代人跟古代人真的长得很像的，比如说叶波、芬妮，还有我。我知道，可是他真的是拓跋亮，我认得出他来。可是父皇他，妖女，你可一定要相信我。来，尝尝这个。啊呜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多吃点。你又在干什么？我看他睡了没有？睡了吗？睡了。吃饭了没有？那怎么行呢？扒开他嘴也往里塞呀！别，他没事吧？他是我的儿子，我死了你负责。不是你让他饿着的呀！有病！闪开！老大，冯峰，谁让你来这儿的？我说了让你来我家，但没有像你现在这样出入自如。你给我过来！小孩子不是物品，你放手，否则我告你虐待。这是我的儿子，不要你这种莫名其妙的女人管。是人就不会这么虐待小孩子的，你放手啊！我为什么要放手啊？这是我亲生儿子，该放手的是你吧？你又不爱他，不想要他，但我爱他，我要他，你放开！神经病！这是我儿子，放手！元宵，你怎么晕了？你死了？闭上你的乌鸦嘴！
快去附近找私人医生，快点，快去啊！这就打电话。元宵，康妮，赶紧准备热水还有毛巾，快点儿！元宵，元宵没事的，爸爸在。元宵没事的，没事的啊！元宵。让你，我在这儿呢。没有你放开我！你可算是醒了。唉，我福大命大呗。会开玩笑就代表死不了了。嘿嘿，唉，我有点饿了，我想吃鸡腿、香肠、蛋糕，还有很多很多呢。好，你现在刚刚好转，不能暴饮暴食的。先喝点牛奶好不好？好吧。来。哎，干嘛呢？他怎么样了？没事了。他说他想睡一会儿。你这折腾什么呢？做饭啊？他说他饿了，然后你不是跟他说不能吃太多吗？我就想给他做个蒸蛋。你给元宵做饭？你能教我吗？啊？不是，他就好你这口吗？你好吃吗？好吃，吃你做的就都好吃。嘴巴真哎甜。呀，不是啦，是我觉得我吃出了真心的味道。谢谢你哦。不过这个蒸蛋还真的不是我做的，是你爸爸做的，是他的一片真心。其实他刚才真的很紧张你的，你们还是和好吧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还哭了呢？怎么了？是不是做的不好吃啊？啊？哎呀，这真的是他的心意呢，他做了很长时间，你怎么着也得领情吧？不好吃，咱们就不吃了，啊？爸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真的不是有
有意的，爸爸。好了，爸爸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啊！爸爸，我可能永远都见不到母后了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了。我那天做那件事，是为了让你开心，结果你也没开心起来，反而还不高兴了。对不起。元宵，你还是个孩子。虽然爸爸忘记了很多以前的事情，错过了你的成长经历，但是你就应该无忧无虑的生活，这才是你的任务。你一定要快乐，像以前那样生活，做好一个小朋友，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。爸爸缺席了你太多的生活，但是爸爸答应你，接下来一定会让你健康快乐的成长。我们每天都一起笑，好不好？好。爸爸，我真的不介意佛佛姐姐当我的后妈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那她就是后妈的最好人选。刚好了1秒钟，又乱说话。我还年轻，谁当后妈呀？哎呀，是爸爸让我叫你妖女的，说这样太没礼貌了。那我以后就叫你妖女干妈好啦。我考虑考虑吧。逃不开，望不穿，也放不掉的情感。每次蓦然回首，你都在。我的影子从你生命过几次，却从未留下名字。记忆